来看台南市区有真侪圆环啊，其中西门路甲民族路口的西门圆环，因为附近有国华街个车坎楼，所以车是真侪。交通局按算讲要来规定奥多摆哦，唔免过西圆环啊咯，直直过车路就会当。卖来改西圆环内底停车格的规划。临近台南观光地区的国华街车坎楼的西门圆环，虽然不是假日，但是车流量相共真济。只是这边的奥多摆要行圆环，就必须要行外环道，但是常常会甲行人来争道。为此，台南市交通局是规划奥多摆会当直行，有加春节进程来实施。直行当然增加方便性是没错，对啊。那如果说要转弯换到，比如说换到民族路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要多带转。如果以外地人来说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好。但是如果当地人已经习惯圆环的走法的话，可能会不习惯。因为你有时候这样的话，直接走的话，有时候可能会跟汽车会有那个交流，对，会有交流。另外，西门圆环内面设置停车格，但是临近停车格人行步道嘛真矮，是不利行人步行。佮加上行圆环外环的奥多摆，红灯下当正弯，更不利行人。民代嘛建议改善。解决这个行人跟机车交织的问题，我们就是先让机车直行可以进到圆环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来让行人号志可以有一个早开的状况。是提案说，希望可以先恢复一个十字路口的运行，让机车可以从中间穿过，然后再加上号志跟这个标线上面的检讨来进行改善。短期将研议评估直行的机慢车辆可直接进入路口免绕环，并利用行人早开时相降低行人与右转机慢车辆交织的机会。目前交通局是针对西门圆环规划交通环境的改善，包括路径来缩、设置停车弯、改善圆环内面停车格外的设计，以及临接道路改善等等，希望会当彻底解决问题。另外，其他圆环敢会比较办理，就需要搁再研议。记者郑宏台报道。